國領導人會面之後，同美國記者見面。有記者質疑佢同胡錦濤一齊見傳媒嘅時候心不在焉。喬治布殊回應嘅時候顯得有啲唔耐煩，咁仲發生尷尬嘅場面。由何佩斯報導。喬治布殊見美國記者講述佢今次北京之行，佢回答最後一條問題嘅時候，有記者好客氣咁問佢咁嘅問題。Respectfully, sir, you know we're always respectful. Your statement this morning with President Hu, you seemed a little off your game. You seemed to hurry through your statement. There was a lack of When? Here right now? No, this morning with President Hu. Was something bothering you? Have you ever heard of jet lag? Yes, sir. Well, good.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喬治布殊答完問題之後，個記者想問落去。A very quick follow-up.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佢掛住走，仲細聲講。佢想開門走，但道門開唔到。喬治布殊最後由第二度離開，臨走前仲打完場。有線電視記者何佩斯報導。睇其他新聞，湖北同內蒙古再爆發 H5N1 禽流感，總共有3600幾隻家禽死咗。衛生部長高強話，內地嘅禽流感疫情仍然受到控制，人感染禽流感嘅機會唔大。李佩珊報導。內蒙古最新發現 H5N1 禽流感嘅地方，位於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期嘅漢古爾河鎮烏蘭村。今個月開始有170幾隻家禽感染 H5N1 禽流感死亡。當局已經撲殺疫區3200隻家禽。內蒙古呼和浩特上個月中亦都曾經爆發禽流感，有2600隻禽鳥死亡。疫區喺今個月初解封。湖北嘅疫情亦都繼續擴大，10日內證實第3處地方發現 H5N1 禽流感。石首市天鵝洲經濟開發區嘅養殖戶有3500隻鵝死於 H5N1 禽流感，疫區3800隻家禽被燒毀。正喺上海嘅衛生部長高強話，目前內地禽流感疫情仍然喺控制範圍之內，隨住候鳥遷徙就快結束，相信疫情都會停止蔓延。佢認為繼續加強防控措施，人受到感染嘅機會好低。現在應該說人感染禽流感的機會並不很大。現在發現的只有兩個人。有效控制了禽類的流感，那就減少了人的疫情的這個傳播和發生。為咗減低人感染禽流感嘅機會，農業部早前下令禁止喺家禽市場內宰殺家禽。但係喺廣州荔灣區呢條小路仍然有大約10檔雞檔，雞販冇理會禁令，繼續當街劏雞。每逢執法人員嚟巡查，雞販會即刻收檔，等執法人員走咗再開檔。附近居民都表示擔心衛生環境惡劣，容易爆發禽流感。有線電視記者李佩珊報道。印尼再有一個人懷疑感染禽流感死亡，死者係一個35歲男人，星期六喺雅加達一間醫院死亡。初步測試顯示，個男人係感染禽流感，樣本已經送嚟本港嘅世衛實驗室進一步化驗。執法人員喺山東濟南起出60幾萬隻翻版光碟。國務院保護知識產權督察組人員接到線報，去到濟南市郊呢個廢置倉庫，發覺倉外放置咗閉路電視。調查人員強行入內，揾到60幾萬張盜版唱片同色情光碟。返嚟本港，房委會表示，申請認購3手或者以下領匯基金嘅人士，將會獲派全數申請數目。領匯將於今個星期4開始公佈配售結果，申請3手或者以下嘅人士可獲派全數，而3手以上嘅申請有超過60%獲發嘅基金單位會多過上年。每個基金單位嘅發售價係10個3。由於有5%折讓，所以實價係9個7毫8。房委會發言人話：今次集資活動收到超過23萬份申請書，獲得19倍認購。預期領匯基金可以喺嚟緊嘅星期5喺聯交所主板買賣交易，交易代號係823。公屋租金司法覆核訴訟星期1有終審裁決，一批公屋居民到法院外請願，要求房委會減租。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就話，無論結果係點，最快出年年初可以就租金政策檢討諮詢公眾。冼卓偉報導。
神舟6號兩個航天員費俊龍同聶海勝星期日會嚟香港訪問3日喎。係啊，兩個人呢已經完成咗航天任務後嘅隔離同埋療養，重返工作崗位。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話，費俊龍同埋聶海勝身體都健康，冇出現空間病嘅症狀。兩人稍後展開全國巡迴訪問，會喺星期日連同一共30人嘅代表團訪問香港。代表團星期日由北京抵港之後，下晝會先出席大球場嘅大匯演，夜晚再到禮賓府出席特區政府嘅歡迎晚宴。星期一上晝會去中文大學出席中大、科大同教育學院嘅聯合交流會，參觀科學園。啱啱會去中環皇后像廣場嘅聖誕歡樂小鎮。行程嘅最後一日會分別同青年專業人士以及中小學生對話，亦都會到將軍澳室內運動場同運動精英交流。星期三會轉到澳門訪問。而家先休息一陣，翻嚟會報道。禁毒處關注有學生由父母嗰度接觸到毒品。大冠軍杯國家男排以2比3輸俾巴西，連輸2場。禽流感遲早大爆發，一台提提你今晚香港刺針，探討應付世紀疫症嘅對策。翻嚟新聞時間，禁毒處嘅調查顯示，中學生吸食海洛因同埋濫用精神科藥物，比4年前下降。不過有關方面就關注有少部分濫藥嘅學生，毒品係嚟自佢哋嘅父母。奧玉美報導。禁毒鐵甲人、禁毒孖寶都係一啲小學生構思出嚟㗎。三育中學3年前透過舉辦好似填色同繪畫比賽等，向小學生推廣禁毒信息。禁毒處委託浸會大學舊年訪問咗125間學校，超過95,000個學生，結果發現吸食海洛因同濫用精神科藥物嘅學生都比4年前少咗，分別跌咗大約1個百分點。禁毒常務委員會估計係因為佢哋加強對學校宣傳教育，以及警方打擊狂野派對有顯著效果有關。不過今次嘅調查發現，部分濫藥嘅學生係從父母得到毒品，甚至係同父母一齊吸食。因為呢個現象我哋係好關注嚇，我哋最近大家都知道，我哋關注跨代貧窮，就一定唔可以跨代吸毒嘅。咁呢個咧就我哋會睇一睇點解會有啲咁嘅現象啊，咁就我哋暫時冇好詳細嘅資料，但係我哋都會同前線嘅社會工作者嚟到去跟進呢樣嘢。調查亦都發現有部分濫藥嘅學生係用零用錢購買精神科藥物或者係海洛因㗎。禁毒常務委員會就希望家長可以留意，俾零用錢仔女之餘，亦都可以關心仔女點樣用呢啲錢㗎。有線電視記者敖玉美報道。水警喺西貢一艘貨船檢獲懷疑走私光碟，總值超過4000幾萬，拉咗3個人。批光碟有1900幾箱，大部分係色情光碟，全部用防水袋包裝。水警小艇隊凌晨2點幾喺西貢橫洲發現艘可疑貨船，喺大浪咀附近將船截停，揾到批貨，拉咗船上3個人。海關喺葵涌同天水圍偵破2個非法流動油站，拉咗6個人。海關話，檢獲嘅非法用油包括25000公斤非法燃油、一批紅油同電油，總值150萬，應課稅7萬幾蚊。同時搜獲3部流動賣油嘅油缸車同8部貨車。海關聯同8個珠寶商會開會，鼓勵珠寶玉石商鋪喺售貨單據中列明珠寶玉石嘅級別，確保貨真價實。顧客發現貨不對版，亦都可以有憑據追究，希望有助加強消費者嘅信心。跑馬地雲地利道路邊一棵4米高嘅樹倒冧，壓住3架私家車同埋1架的士，冇人受傷。雲地利道一段嘅路要封閉進行清理。澳門政府計劃5年內將類似公屋嘅社會房屋單位增加1倍，租俾低收入嘅家庭。但有學者就建議應該先設立臨時房屋津貼，盡快幫助貧困家庭解決住屋問題嘅。有駐澳門記者林建成報導。靠政府津貼為生嘅周婆婆租唔起私人樓，一直寄住喺親戚屋企。自己呢一個人住回嚟呢，嘅人都開心啲啦嘛，嚇
按照呢個職業呢，成日喺個廳嗰度瞓覺，喺地下嚟瞓覺，梗係唔好咁方便啦。佢喺2年前已經申請社會房屋，但到而家仲未知幾時上樓。全澳門有大約5000個低收入家庭租住緊社會房屋，咁月租介乎幾十蚊到200幾蚊不等。咁雖然而家仲有400幾個單位等待分配，但輪候申請嘅呢就超過6000戶。根據施政報告，政府爭取喺5年內起多6000個社會房屋單位，但有學者認為呢個係中長期嘅措施，未能即時解決低收入家庭嘅住屋問題。如果要應付現時嘅急切嘅需要嘅話咧，我哋建議咧係設立一個臨時嘅房屋津貼，俾有需要嘅貧困家庭。佢又話：澳門近年物價飆升，政府亦都有必要盡快調整最低維生指數，等貧困家庭生活好過啲。有線電視駐澳門記者林建成報導。另外，澳門請咗一批專家協助捕捉野鴿，防範禽流感。嚟自香港一間顧問公司嘅專家，利用特製嘅網喺旅遊景點大三巴牌坊捕捉野鴿，咁捉到9隻。民政總署話冇可能捉晒所有野鴿，咁但係考慮喺大三巴嘅野鴿數量多，而且同市民以及旅客容易有接觸，所以希望透過捕捉減少野鴿嘅數量，遲啲會再去其他公園捕捉野鴿。世界衛生組織話，湖南感染不明肺炎嘅男教師宋湘波，經過多項血液測試，證實並冇染上禽流感。內地專家亦都同佢做過3次禽流感測試，全部係陰性。南韓國會通過法案，增加外國大米入口量。部分反對派議員喺表決之前，企圖阻止議長上講台，阻延投票。法案最後以大比數通過。而一批農民就喺國會外示威，燒國會模型，指法案出賣佢哋，仲同警察推撞。市場憧憬美國加息週期好快完結，港股升穿15000點水平。恒生指數收市係報15062點，升176點，喺個半月以嚟嘅高位，亦都係連續6日升市，成交增加至219億。市場預期息口好快見頂，地產股同埋收租股獲追捧。其中信和急升8%，新地同埋恒地亦都最多升近3%。收租股方面，希慎升7%，英軍升5%。重磅股亦都上升，除息嘅匯豐升穿125蚊，加埋中移動、和黃同埋長實4隻股份已經令到恒指升咗115點。內地第3大汽車集團東風汽車公開招股，招股價係介乎1個4毫半到1個8毫半，發行24億8千萬股，1成會用作公開發售，集資最多45億9千萬。集資所得主要用嚟償還回購資產管理公司嘅負債，改善財務結構。東風預計今年日利有15億2千萬元人民幣，股份會喺下個星期2截止認購，下個月7號喺主板掛牌。審計處處長鄧國斌話：審查政府喺嘉亨灣批地過程嘅報告，對象係各有關政府部門，並唔係針對發展商。你睇翻個報告裏邊咧，根本係完全冇提過個發展商係邊個，我只係講西灣河一個政府用地啫。咁我哋個報告完全係唔涉及以外政府以外嘅嘢。我哋自己睇過所有啲文件，即係喺政府同埋佢發展商即係有關部門嘅通訊裏邊咧，係冇問題嘅。咁我哋覺得即係我哋要做嘅咧，應該係探討部門本身個統籌方面有咩問題。我哋跟住睇睇最新嘅金融行情。跟住交俾林定勤講講體育消息。
大冠軍杯男子排球賽，中國喺領先2局之下，連輸3局俾巴西。中國上場直落3局輸俾意大利，今場對住雅典奧運金牌得主嘅巴西，頭2局表現脫胎換骨，分別贏25比23同28比26。但係球員之後體力下降，巴西乘機將形勢逆轉，連追翻3局，比數係25比11、25比18同埋15比10。中國下一場會對實力較弱嘅埃及。至於衛冕大冠軍杯失敗，只得季軍嘅國家女排已經完成今年所有嘅國際賽。主教練陳忠和話：總結對球隊嘅表現感到滿意。由林月晶報導。隊內新舊交替，加上多位老將有傷在身，中國今屆大冠軍杯相繼輸俾由郎平執教嘅美國同埋巴西，只係得第3。不過調整中嘅國家隊全年總計都只係輸6場波，陳忠和都覺得好滿意啦。從整個統計來看呢，比去年應該是穩定啊！你像我們去年雖然拿了奧運會冠軍，但是我們在這之前我們也輸了很多球，啊，就是說從輸球呢，我們算最少的一個隊伍。肯定國家隊嘅表現，陳忠和仲對佢哋寄予厚望，目標係下年嘅世界賽同埋08年奧運。有線電視記者林月晶報導。NBA 常規賽，騎士主場以22分擊敗塞爾特人，連贏第8場。陳漢威報導。立邦占士季前加強力量同外圍投射嘅訓練，今場俾大家睇下成果。上籃攞2分，為騎士領先11比5。好似坦克車咁鏟埋你，皮亞斯故意犯規都冇辦法撳停佢，好用㗎。騎士半場領先58比51。塞爾特人今季2次作客都輸波，佢哋喺第3節一度憑戴維斯嘅3分波追到只係落後2分。但立邦占士一發威就搶翻晒個勢，一口氣攞咗10分，包括呢球3分波，將比數拉翻開。呢位上個禮拜東岸最佳球員攞到全場最多嘅36分。騎士對上一次連贏8場已經係97年嘅事啦。當時立邦占士只得14歲，由小朋友變成球場嘅主角，鏟籃攞2分仲搏到罰球。最終騎士贏塞爾特人115比93。有線電視記者陳漢威報道。歐洲聯賽冠軍杯總共有7支球隊提早晉身16強。A 組嘅拜仁慕尼黑同祖雲達斯以及 C 組嘅巴塞羅那贏波之後齊齊出線。至於亞積士擊敗布拉格斯巴達之後，亦都同阿仙奴喺 B 組攜手打入16強。而 D 組2場比賽都打和，曼聯要出線，下一場作客一定要擊敗賓菲加。至於其餘8場嘅分組賽會喺香港時間聽日凌晨上演。其中 E 組嘅 AC 米蘭作客費倫巴治，各界都關注土耳其球場嘅保安問題。伍紀欣報導。AC 米蘭同費倫巴治嘅比賽地點就係上星期世界盃附加賽瑞士同土耳其完場後發生衝突嘅球場，場內嘅保安同球迷嘅操守成為今場嘅焦點。不過 AC 米蘭教練安察洛提就唔擔心安全問題，但佢預期呢場會好難踢。佢哋喺本土聯賽啱啱輸俾費倫天拿，卡庫受傷，史談停賽，要靠馬甸尼幾名老將鎮守後防。G 組嘅車路士上場輸俾貝迪斯，目前呢一組排第2。即使有主將馬基利尼受傷唔踢得，但面對連續11場歐聯比賽輸波，今屆踢4場仍然得0分，仲1球都入唔到嘅安德烈治，要全取3分，相信唔會遇到太大嘅阻力。有線電視記者紀欣報導。呢次體育報導完啦。天氣方面，天晴乾燥，部分地區有煙霞。晚間市區最低氣温大約係18度，新界會再低幾度。聽日最高氣温大約係23度，吹和緩嘅偏北風。未來幾日天晴有煙霞。現時嘅氣温係22度，相對濕度65%。跟住睇下分區氣温。
稍後背影8點有線長經。所屬小學師弟師妹嘅派位組別。新華社報導，松花江水受到吉林化工廠爆炸污染，化學物本一度超標108倍，但係而家已經逐步回復正常。由於松花江水流比預期慢，污染帶預料聽朝5點先至到哈爾濱，污染帶要40小時先至可以完全通過。市政府中午起暫時重新供水，等居民多啲時間儲水。不過喺松花江邊界地區，當局呼籲居民暫時都係唔好飲用江水。由蔡淑儀喺哈爾濱報導。呢個住喺松江省哈爾濱市報導。粵港兩地監察空氣質素嘅監測網絡即將啟用，市民遲啲喺兩地嘅環保部門嘅網頁可以睇到過去24個鐘珠三角空氣質素嘅情況。由梁麗常喺廣州報導。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官員同環境諮詢委員會成員到番禺萬頃沙鎮一間中學，呢度嘅天台放咗一部空氣監測儀，玻璃樽收集可吸入懸浮粒子，另一部儀器就收集空氣中嘅臭氧、二氧化硫同二氧化氮含量。珠江3個州連香港在內，總共有16個空氣監測點。咁佢收集到4種污染物嘅資料，會全部傳送晒嚟廣州市呢個監測中心嗰度做分析。區內空氣質素會分為5級，藍色最好，紅色就最污染。香港特區政府希望大約1個星期之後，市民可以上網睇到過去24小時空氣污染嘅分佈圖。可以睇到咧，就係話採取咗各項嘅減排措施之後，嗰個空氣個質量嗰個變化係點樣，係咪有效嘅改善呢？雖然同香港依家嘅空氣污染指數唔同，但係郭家強認為新嘅監測系統對改善空氣質素好有幫助。有線電視記者梁麗常喺廣東省報導。神舟6號兩個航天員費俊龍同聶海勝星期日會嚟香港訪問3日。係啊，兩個人呢已經完成咗航天任務後嘅隔離同埋療養，重返工作崗位。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話，費俊龍同埋聶海勝身體都健康，冇出現空間病嘅症狀。兩人稍後展開全國巡迴訪問，會喺星期日連同一共30人嘅代表團訪問香港。代表團星期日由北京抵港之後，下晝會先出席大球場嘅大匯演，夜晚再到禮賓府出席特區政府嘅歡迎晚宴。星期一上晝會去中文大學出席中大、科大同教育學院嘅聯合交流會，參觀科學園。啱啱會去中環皇后像廣場嘅聖誕歡樂小鎮。行程嘅最後一日會分別同青年專業人士以及中小學生對話，亦都會到將軍澳室內運動場同運動精英交流。星期三會轉到澳門訪問。而家先休息一陣，翻嚟會報道。禁毒處關注有學生由父母嗰度接觸到毒品。大冠軍杯國家男排你都期待拍多啲啦。咁倒翻轉頭咧，周迅呢係國內4大名單之一啦。喺樂壇佢就話自己係一個新人啦。咁啊冇錯喎，嗱你睇佢拍《如果愛》嘅時候咧，就面對住歌神啊張學友同埋金城武啊嘛，咁佢當然係新人啦。但係佢呢個新人咧都發揮得唔錯，我諗私底下學友咧真係要過兩招俾佢㗎。有歌神指點梗係好啦，但係始終係男聲啊嘛。周迅自己有冇啲女歌手偶像可以學下呢？